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申命记5章第1节到21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造的人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如果你经过监狱的外头，就会听到里面大家都喊着冤枉，说我没有罪啊，或是说我是无辜的。但若有机会经过教会外面，就听到里面的人都说我是罪人啊，或者是说赦免我们啊，这样的声音此起彼落。是的，基督信仰基本上就是要人去认罪、悔改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因为上帝呼召的不是义人，而是罪人。耶稣基督这样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，乃是要招坏人悔改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31节到32节。这样的理论来看，上帝的工人，耶稣基督的仆人都不会是义人，不会是完美的，不会是因为完美的人都不好，这不是这样子。但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自以为完美，那这样的人就不懂得谦卑，不愿意生命被改变，不愿意降服上帝。上帝都拣选什么样的人？上帝所拣选的都是自认为不够完美的，愿意谦卑，能够顺服，生命愿意被改变的人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与上帝立约，但是他们对摩西这样说。当时候圣经的记载当时候呢，整座山都着火，你们听见有声音从黑暗中发出，各支族的领袖和长老们都来见我说，我们听见上主我们上帝的从火焰向我们说话，他向我们显示他的伟大和威严。今天我们体验到，即使上帝向人说话，人仍然能够存活。现在我们何必再冒生命的危险呢？那可怕的火焰会吞灭我们。如果我们再听到上主我们上帝的声音，我们一定会死。人类中有谁听过永生上帝从火焰中发出的声音而仍然存活呢？摩西啊，请你回到山上，留心听上主我们上帝所说的一切话，然后转告我们，我们要倾听遵行。我们要倾听遵行，这个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愿意被上帝改变，但是他们好像是仍有保留了圣经的记载，因为他们是叫摩西上去跟上帝说话，他们要他去听上帝的命令因为呢他们怕死，所以他们跟上帝要保持距离。过去在埃及的生活其实是堕落的，现在在西乃山下，他们愿意立志来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好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摩西在西乃山下领受了上帝的诫命，也将上帝的律法来宣达给以色列人听。那目的就是要帮助以色列
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遵行并改变他们的生命。礼拜天主日的信息当中，牧师也分享了活出诫命的信息，也希望兄姐能够深思自己生命与上帝的关系，也决志成为一位愿意被上帝改变的基督徒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上主听见这话就对我说，我已经听见这些人所说的话，他们说的对，我多么希望他们常存这样的心，始终敬畏我，遵行我的法律，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事事顺利。你要告诉他们，叫他们回自己的帐篷去，但是你要留在我这里，我要把一切的法律诫命都托付你，你要教导他们，好让他们在我要赐给你他们的土地上切实遵行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必须遵行上主你们上帝的一切命令，不可忽略任何一条，要全部遵行，这样你们就会存活，事事顺利，并且长久住在你们将要占领的土地之上。只有生命愿意被改变的人，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。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3节，摩西这么说：上主你们的上帝命令我把以下的法律诫命教导你们，好使你们在将要占领的那片土地上遵行。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要终身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，服从他借着我传达给你们的一切法律诫命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享长寿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留心听，并且遵行，这样你们就会照上主我们的祖先的上帝所应许的，事事顺利，成为强盛的国家，在那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上定居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，基督徒要与基督连结，那么就应当是一个新创造的人了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，他说，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和合本的翻译，他这样写道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被上帝改变，才能与旧的生命来隔离，才能领受新的赐福。也因为只有借着被重新创造的生命，才能与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。圣经这样说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，他要借着基督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，又给我们传和好的福音的职分。我们所传的信息就是上帝借着基督与人类建立和好的关系，他不追究他们的过犯，并且把他与人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。因此我们做了基督的特使，上帝亲自借着我们劝勉你们。我们替基督请求你们，让上帝使你们跟他和好。基督是无罪的，可是为了我们，上帝让他担负我们的罪。
使我们借着他得以与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生命被改变，基督徒重新被创造的生命就能够与上帝重新建立和好的新关系。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求你记得你向仆人许下的诺言，因为你的话使我有了新希望，甚至在患难中我也受了安慰。因为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，骄傲的人不断侮辱我，我却不曾违背你的法律。我记得你以往给我的教导，上主啊，你的教导使我得安慰。我看见作恶的人背弃你的法律，心里的怒火难以抑制。我在世上寄居，我作诗歌颂赞你的命令。上主啊，我在夜间想起你，我谨守你的法律，遵行你的命令，就是我的喜乐。感谢上帝赐给我恩典，帮助我们脱离旧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被创造。领受你的救恩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